容易透过口粉、飞沫加接触传染的肠病毒。伫台湾地区，几乎全岛拢有感染的个案。其中4月到9月是流行期，一般好发伫0岁到5岁。其中肠病毒71型，请看的症状包括发烧、出现手足口症，加上幼儿较无抗体，容易出现中枢神经的并发症。因此，贵综合病院小儿科医师表示，要预防肠病毒的重症，建议上好还是施打肠病毒71型的疫苗。那这个疫苗它主要是预防肠病毒71型的感染。那因为肠病毒71型其实是造成就是儿童就是最容易造成重症的一个病毒的型别啦。那基本上5岁以下的儿童，他们其实重症的比例发生会比较高。得到这支病毒，它的死亡率也偏高所以说如果能接种这个肠病毒71型的疫苗，它是可以有效预防得到肠病毒71型的感染。那因为它可以预防得到这个病毒的感染所以同时也可以预防重症这样子。如果以高端目前的临床实验做出来的话，还有就是以他们实验室的分析来做的话，他们的疫苗保护力是可以维持5年因为基本上肠病毒大概重症就是5岁以下比较容易有所以你打过就是1轮的话，大概就可以撑5年的时间。那基本上接种的时程的话，会依据不同的厂牌、不同的年纪不一样。医师表示，台湾对2002年开始研发肠病毒71型无活化的疫苗，目前总共2间药厂得到食药署的许可，上紧预计今年第3季7、8月就用个上市。医师表示，为了避免肠病毒的重症，建议厝内有0岁到5岁的囡仔，上好还是自费来施打肠病毒71型的疫苗。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